参加我们的线上的学习。那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也是有点热哈，希望大家多喝水多喝水可以让我们自己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因为天气太热，好，法德国罗米阿套嘛，asam tugu tamlau tu na romi a kirami mi alihay ko minanuman numitahaw sa kang aino tatirangan numitayo ay mitara kita tu rumah-rumah haw nanangan haita ko ku 咪形动词numita anine haw 我们要学的就是时态的部分，要衔接我们上一周上的课程。那我们依然用咪形动词字根来学习。好，一定你以咪形动词能到后，以啥个字在好能哈，啥个都啥等于啥个都路哈咋子腰，啥个4难，啥个5理在，啥个6咋6。Saka pitu salama, saka palu, saka siwa kakao, saka mutep lisot, sabaw tsutsay sangat, sabaw tusa ahlop, sabaw tulu acak, sabaw 4 jik, sabaw 5 asik, sabaw 6 kalat hau, uninan hau有16个古咪形动词，努米达号字根。那我们依然跟上一周的句子衔接好。那我们往下看哦。能回答过你呢？字根马夫吉莱吉苏。如果你还不会的话，可以拿起笔来写一下。然后你好，我们都会用到这几个动词。沙发里法里查努米达米使用好。句子古拿那么那么大号，我们中文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进行哦。等一下我们一起在信息栏里面来书写。写好了呢，你就放上来，我们一起来练习。自己写的哈，我们自己说。好，我们自己写的，我们自己说哈。好，那我们的中文部分是妈妈昨天曾做什么？好，妈妈昨天曾做什么？好，努班扎海伊，咪妈安都吉伊那吉拉，咪妈安都吉伊那吉拉。好，那个我们这个蓝色字体就是昨天伊那吉拉。咪妈安都就是曾的意思，咪妈安就是做什么吉伊娜就是妈妈。那整句是咪妈安都吉伊娜吉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咪妈安，比如说我们可以接刚刚我们所看的套用这个咪能或是咪等耶这些字根来套用，然后就后面的都伊那吉拉我们可以改伊那吉拉我们可以改成别的那个周期性的时间。好，那现在呢，希望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还有好朋友一起来练习哦。上次有上过的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好，现在可以把咪妈安改成咪形动词，都吉
法语或者是吉法吉，你可以换你自己的句子来做练习。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哦，就把写好的句子放在我们的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我们现在是过去简单式，过去简单式这个地方，你可以把伊那吉拉改成伊阿幺努尼阿礼拜，就是上一周，或者是说上个月伊阿幺努尼阿弗拉，或者是去年伊阿幺努尼阿米赫扎，可以这样子换。好，米玛安都吉伊那伊那吉拉，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米发扎都吉伊那伊那吉拉。妈妈昨天曾洗衣服，这样子的例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练习哦，做句子的练习。米玛安都吉伊那伊那吉拉，我们改成咪形动词。好，我们再往前看一下，有新进来的老师还有学员，我们看一下，我们换这个米登耶或者是米娜娜米利斋米阿洛这些咪形动词来做句型练习哦。努尼亚米迪丽山号，努尼亚米萨欧西，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因为我们的语言要常常说，这个说的努米达，这个说的努米达好，在一个方面给大家，特别是要考中高级或是高级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做练习，或者是在线上的老师也可以分享让其他的学员也可以学习到。那么它的盖头好可以放上来哟。那么努米达米苏里古拉句子，你们这里就是成。哎，有人说话吗？我的声音可以吧？如果很小声，有 OK。好，谢谢，感谢。然后喊你今天个故意花莲米上个都萨个西瓦rekat lisawat no palu fasarai tu suanu bangsa 我参加了今年的第9届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的会议。索林有很多的老师都有参加。主要就是巴图苏干就是要你巴鲁阿图扎教努米达就是要复正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来推动。我们要带新人。巴西法那安格里人努米达古，哇努米达阿鲁曼古扎教外都说努米达乌班扎，大家爱都个来老古说努米达。来第一句哦，过去简单式。妈妈昨天曾做什么？米妈安都吉伊那伊那吉拉。你可以说米阿洛都吉妈妈伊那吉拉。你说爸爸昨天曾去打猎，这样范例好。那能打过你伊拉都过米地里来好，你拉过米地里来，我们可以做参考。然后马老多努马姑姑你打造阿弟还是本姑努秘书。好，你们安都技术伊莎莎呀，你晚上做了什么？米登耶都嘎古都拉修伊莎莎呀，我晚上听了那首歌。好，阿赖吉黄嘎造完好，你们安都技术伊莎莎呀，米登耶都嘎古都拉丢伊莎莎呀。好，那个姑你个造好，他写的例句非常好，你可以一问一答。好，
米玛安杜吉苏伊拉拉呀，或者是说米玛安杜吉苏伊那吉拉，自己回答你问的题目。他这边回答说：米登耶杜嘎古杜拉拉溜伊拉拉呀。我晚上听了那首歌，那首歌谣，歌就是拉溜。好，我们谢谢嘎造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嘎造老师的句子。你们我们可以写你自己要的句子哈。我这一句就是你们读，我们可以按照嘎造的范例来练习哦。所以我们的语言和杂交努米达都要常常说，常常在生活上都要说，多练习。我相信都会进步的。阿拉多努玛姑姑你临近关吗？来好，嘿，你早起要读起把那一爸爸真好，你在只要读几班呢？一八八针，你的中文是把那早上说了什么？哦，你如果是把那早上说了什么，你应该是说我们安古在教你把那伊那吉拉这样，可以吗？如果是说了什么，你应该前面还要再加一个我们安古在教你把那好，伊爸爸我真看一下。还，如果这里中文的翻译是说把那早上说了什么？我们安古在教你把那一把把针这样子谢谢我们的金官哈，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练习哈，谢谢。马老多努马姑姑你属真，阿弟属真，阿西本姑努米属，马准备爱多马迪里来多好，可以上传哦。Kapulungan hanu mita minanam hau hanu mafana ai tuku tireng hau akaka ide miba tuna si panama ko hau mi in na han i malazafai ka mi hau ila kulat sa in hau si panama ko kuni suzen lima antu ji angai i na jila 好，昂爱昨天做了什么？你们安都几昂爱伊那几啦？好，昂爱就是人名号。昂爱，我也想问淑珍说昂爱是什么意思？很少人，我们部落没有叫昂爱的哈。来，谢谢我们的淑珍。我们可以像凯明这样子哈，一问一答。你们安？Ina 读 Ina 吉拉这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句哦。还有线上的老师尽量写哦。如果你无法写，用念的也可以。好，我希望线上的大家都练习，这个2个钟头很快就过了。我们的第8号。我们今天要用咪形动词，好，你那个嘎发那安数，忙爱都有。好，爱丽丝，爱好，还是本国的秘书阿弟。はい。Mimando Kisui Shafa Nigala 少打一个字，Nigala do Gago Nigala do Gago do the force is Shafa ma the Gagula the force Saka Ashago Washis Magu。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我早上咬了甘蔗，因为甘蔗很硬，所以我现在牙齿痛。我牙齿痛，好，阿赖及艾丽森好，那个好，你们安都技术一个 fuck，
你早上做了什么？米嘎拉嘎咕嘟的波斯比达发。我早上咬了甘蔗。对哈，米嘎拉就是咬。如果是你咬一口的话，我们通常讲米东耶，米东耶。那可能你现在是要讲米嘎拉头，你用咬的，很好哦。Ma adakah kura tefus saka adakah kuaris numaku。甘蔗很硬，所以我牙齿痛。Ma adakah kura tefus saka adakah kuaris numaku。好 ，ma adakah 我看一下哈，ma adakah 我们在这里很硬的话 adakah kura 这样就好了。你就直接写 adakah kura 好， tefus。我改一下哦。还马加上马的话就不太，而且你那个没有烟头射音。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谢谢。好，马拉多那么姑姑同学那么姑你干了，你干行戏，欢迎你上线。好的，阿西芬姑的秘书，我们要听你的声音。你干行戏。Maratar kekuat Bisangoi Turdafak 到底对不对啊，老师？爱多猛爱多，应该是你一才的中文对哈，呢？地方不耻才对。你这一季先练习，没关系。好，等一下你就很了解了。好，谢谢那老师。你的中文翻译呢？马拉达嘎古，马拉达嘎古阿米汤维杜沙发。我早上很早起来游泳是吗？对哈。好啦，可以这样解吗？可以。还是那你要按照我们那个语法，就是我们现在是练习那个时态。那南多拉时态，用米玛安多吉伊拉伊诺吉拉。等一下看一下人家的例句，你就知道了哈。你在线上不要下线哦。啊，苏贤努米速度。哎，你慢都几班呢？以后呢？班奈刚刚做了什么？你足足几班奈都零nun以后呢？班奈刚刚打针了。你足足都零nun好。打针哦，你是说打针吗？好，我看一下。米玛安都几班奈以后呢？班奈刚刚做了什么？你足足几班奈都零nun以后呢？班奈刚刚打针了。你现在写的米足足都零nun好像是在穿线呢。你没有打针那个，如果是打预防针的话，把9下几班奈以后你讲。之前你是穿针因为我查字典，它也有打针，也是这样子。米足足米足足几班奈都里弄是穿线的意思吗？对啊，里弄是针线的针啊。米足足几班奈都里弄它也有这个。真的吗？里弄是针线的针。那也有写打针。是哦，米足足都里弄这样哦。我一直以为是穿线啊。你把足足都9下，我们都会讲说你把9下，因为是外来语啊，打针。把9下，对，直接讲打针的意思。如果你讲里弄的话，我就会想到那个针线。可能在中海那边写的是这样啊。那我们通常以为他这样子讲就可以。是哈。米足足几班奈都里弄，对，这一般是讲米把9下。9下，对。如果是打预防针啊、感冒啊、生病，我们都会直接讲米把9下。如果是你要穿针线，我们会加上里弄。好，谢谢我们的板奈，写得很好哦。好，谢谢。来，
好，爱丽丝，你修正了哈。来，阿西本后伊苏的，来，爱丽丝， Iman do gisu ishafak, igala do gaku do the force ishafak, at gula the force saka ashashaku washis no maku. 好，谢谢爱丽丝。好，哇，你现在的主语现在越来越标准了，这样就很好了。谢谢爱丽丝。好，谢谢啊，智慧，你说都，你好，智慧。Hai, Mizalia都接入给都马尔伊那基了。容易昨天曾借针筒吗？哦，好。Mizalio tu Jirungi tu Mahor Inajila。这Mizalio就是芥嘛，容易人民，Mahor 就是蒸糯米的那个Mahor 好，Inajila，这是问句哈。容易昨天曾借针筒吗？蒸饭桶吗？好，很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好，大家都非常的。好哈，大家都很踊跃的来书写，写自己的自己念哈。好，接下来如果还有其他的好朋友还没有完成的，也可以继续的来上传哈。嘎嘎一粒一大哟。好，那我都好，我们进行到第2句喽。伊萨卡杜萨号，我们的能爱多努米在一定的时态妈妈是未来。昨天做什么？同学先把麦克风关起来哈，你很用功啊。时态，未来简单哈，未来简单式。Ini tu kita isaka tulu hal ini, mana nengai namu hal ilai ku, mi tulu anak ini hal。中文，妈妈明天将要做什么？妈妈明天将要做什么？好，鲁班扎哟。Umami ma'an ci'ina anu lafak. Umami ma'an ci'ina anu lafak. Umami ma'an 这个将要就是这个红色字体哈。Umami ma'an 将要做什么？ci'ina anu lafak。这个是未来简单式，意思是说妈妈明天将要做什么？这个是我的范例哦，我们可以改成刚刚我们所练习的 missing 动词。好，这个时间大家来做练习哦。第3句哦，未来简单式的句子，大家集思广益，好，写一下自己要练习的句型。那么努米达哟。上一句如果还有人还没有上传，也可以继续的来写哦。完成了就上传，我们依然可以学习到哦。好，萨卡杜鲁杜哟。Umami ma'an ci'ina anu lafak。未来简单式的句子。我们有周期性的时间哦。明年anu jila ami heza。下个月anu jila afular。或者是下一周anu jila礼拜。我们anu lafak可以改成明年呢，下个月、下一周的时间。Umami ma'an ci'ina anu lafak。也可以说umami lateng ci'ina anu lafak 之类的字根哈，来做练习。umami ma'an 意思就是将要做什么。我们ci'ina我们可以改成别的人名哈，可以改成
几福定啊，或是几打造啊，我们把名字可以改其他的名字哈。这里引纳我们就不能再使用，这个是范例啊，引导大家来学习。はい。你嘎造啊，嘎造阿弟阿西本国的秘书。Hai, umami ma'an kisu anhuni, umami tengi kaku tunia radio anhuni。你等一下要做什么？我等一下要听这首歌。好，谢谢嘎造哈。就像嘎造这个例句哈，从头到后面都可以用radio哈，都不要换字根，都用radio也可以。umami ma'an kisu anhuni。你等一下将要做什么？umami tengir kaku tunia radio anhuni。我等一下将要听了这首歌。好，谢谢嘎造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我们老师的例句哈，互相学习。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哈，主要是我们语言都要多说，平常在生活上都要说。就像上次我们的那个媳妇在分享的时候，她说你如骂好阿卡比萨努白浪萨格米，不要讲国语，不要讲中文，都要讲族语，萨努班扎行啊，一个黑股努班扎萨，所以那都好。我们大家在家里，小孩子进来了，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来家里，都用族语来对话。我们自己也要在家里要多说族语，这样子我们的语言才不会断层。所以我们在线上也可以多练习，因为我们平常有的单字很少说很少念，保安都会忘记，要讲的时候在那边想很久，所以我们要用线上这个方式呢来说我们的语言。萨卡杜鲁杜哟，umami ma'an ji'ina anurapak。写你的句子号，尽量的写好。Alice，马劳多努马古古努米苏。Hai, umami ma'an ji uhai anu jila a flash, umami galit ji uhai do damina a dala i futush a miliugo anu jila a flash。武汉下个月将要做什么？武汉下个月将要搭船去兰屿旅行。好，很棒哦，谢谢 Alice。好，umami ma'an ji uhai anu jila a flash。意思说武汉下个月将要做什么？umami galit ji uhai do damina，damina就是船哈，dala i futush，futush就是兰屿。米溜固努吉拉阿弗拉场，他去搭船去兰屿旅行。米溜固就是借此去旅游的意思。好，谢谢我们 Alice。好，米溜固就是旅游或者是去玩。谢谢 Alice 哦，写得越来越好。好，然后马劳多努马姑姑你干老师。好。umami tara ichia tau kako anohoni。马腾多，马达马多，国语一说一，等一下我要到车站。好，可以，谢谢你干信息，好，反正哪里？还懂，你都要练习。阿赖信息，阿赖信息，很好，大家都非常棒哈。minanam ti ita kuninan hao. Kakak ekonomisu ila kuminanam mai asali kakak哟。好，现在是第3句哦，希望大家线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做练习。
如果你不方便念爹米欧西沙号，我可以帮忙念哈，因为有的人在火车上啊，或者是在工作哈，很有心要学阿美语，也没关系哈，马爱都嗨，马劳多努马姑姑你苏贤，嗨，嗯，乌妈咪妈安吉阿妈阿努爸爸真，奶奶明天早晨将要做什么？乌妈咪蒂福吉阿妈杜弗拉茨阿努爸爸真，奶奶明天早晨将要捣米。好，来，乌妈咪妈安吉阿妈阿努爸爸真啊。阿嬷或者是马木都可以哈。奶奶，明天早晨将要做什么？乌妈咪蒂福及阿嬷杜弗拉特阿努爸爸正啊说，奶奶明天早晨将要捣米，就是蒂福米蒂福就是捣米嘛，就是我们用那个机器哈。妈咪地方就是将要捣米的意思啊，谢谢苏贤哈，写得非常好，谢谢。好，马劳多努马姑姑你，吴老师阿弟，稍息恩古努米苏，华灯姑麦克风，哎呀，还没写完你就跳出来了。然后刚才那个马萨达都，我们明妈安吉嘎嘎安努达巴，本来想说明天哥哥要去打猎，结果呢跳出来了。动物人头，好，动物人头给他答案努米苏，还我要补上去，来都，我们明妈安吉嘎嘎安努达巴，哎。我妈咪妈安吉嘎嘎安诺沙发，明天哥哥要做什么？对，很好啊。那你要有下一句。好，我再补上去。一定要的。用手机的那个拇指太大只了。对啊，我那个同学也要顺便多练习几句。用手机很辛苦。大家都用手机哈，手机啦。那个手机嘅。Slip， 手机Wikifan 哦，今天大家都有在讲那个手机哈，好像 Slip 哈 ，Wikifan 也可以哈，网络啊，大家都知道是咋赖哈，大家今天也是讲很多有关手机啊、电脑啊要怎么说哈，用手机的话要戴眼镜啊，去打马达安东啊，那个字才会看得到。有时候我们要换页，它也会跳出来哈。好，没关系，那我们慢慢写哦。线上的都要练习写号，大家一起来说族语。我们这个线上就是要营造大家说族语的地方。Mana nam tu kita cacau kesau hau, satu kasasi perku cacau namida tu panca. Hai Cindy, ngai ho. 好，谢谢。嗨。嗨。我妈咪们吉班奈安努吉了阿里拜，班奈下周将要做什么？我妈咪娜娜多帅努班扎吉班奈安努吉了阿里拜，班奈下周要学习说阿美语，我少打了一个说。好，很好，很好，你要说了就。好，没关系，写得很好哦。我看欧妈咪妈安吉班奈安努吉拉阿里拜，班奈下一周将要做什么？好，欧妈咪娜娜读书儿努班在吉班奈安努吉拉阿里拜，班奈下周要学习阿美语、阿美族语。他说下一周要学习阿美族语，很好哦。谢谢，然后大家都有练习好，很棒哦。Sa kita cacaw hau matungal tuku panak numita hau. Kakak Evi cacaw tunu pancah yo. Sanu pancah hantu numita mga ito hau.
哎，马老多努马姑姑，你说真好。然后喊你滴答滴黑爱努马姑萨嘎，马老老姑喇叭，阿西本努马姑哟。好，我妈咪妈安吉安爱安努沙发。哦，安爱明天将要做什么？我妈咪无外吉安爱安努沙发。安爱明天将要怎么？你喂啊，要在底下。你昂爱明天将要采藤，采那个偶爱就是藤嘛，哈，就是黄藤，好，偶爱就是黄藤，好，谢谢我们的淑珍，好，我妈咪妈安吉昂爱也很少听这个名字，哈，安诺沙发就是明天，他说昂爱明天将要去采那个偶爱，哈，偶爱就是黄藤，昂爱明天将要采黄藤。好，来自淑珍然后，米苏里达尼拉非常好。来，你们弄懂了吗？姑姑你嘎尔咋喽？请说。哎，我们咪嘛安起，早了阿夫安诺起了，带来咖喱锅可以吗？可以啊，很好。那简单。简单，对，就是简单，很好。我们咪妈安吉咋喽？阿夫安诺吉拉。吴主任啊，吴连成啊。咋了哦？你写你的好朋友的名字哦，好，谢谢。达拉嘎林固是哈，要去花莲哦。我们今天都在花莲哈。伊迪尼吉达伊嘎林固安妮你好，你曼吉达你阿里海古达德玛格努米达好，米娜南都在教努班扎，米娜南米苏里好，很多的事情要做好。谢谢我们的尼嘎老师好。不客气。技术介绍好，地理生古中文，那么哈比南好，哎，来kita nan好嘛不拢，那一定你对咱女哟，女来后伊，爱的巴杜很好，一定你对kita以进行式啊，进行式，中文，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Mima anai ci ina imatini. Mima anai ci ina imatini. 好，这个 ay 就是正在的意思。Mima anai 正在做什么？ ci ina imatini。好，这个是范例哈，你可以写你自己的句子哦。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Mima anai ci ina imatini。好。大家赶快写哦，把握时间做练习。你们安奈吉伊娜伊玛蒂尼，这里的 I 就是正在的意思。我们可以做这一题的练习。好，那么努米达古尼，好，好，马老多努马古古尼，Kerry 好，Kerry 爱好，还是本古努米苏？来，好信息。爱好。我还来不及写那个，我中打字很慢。文来，没关系，你就慢慢打好了。好，打完再一起。来，好，我要先打哈。好啊，先打好了。好，打完技术，我们来信息。来agak kacaloh kita hau. Rara anggo pitiris. 现在时态是进行式，好，我们写到第4句。Mima anai ci ina imatini. Mima anai 这个 ay 代表正在。Mima anai ci ina imatini.
阿鲁玛奈和国在笔书里头还很多人没有写哦，大家一起来学习。米那南都地里头，那他们努米达，嗨，你看信息阿弟，好那个都不努米苏，哈拉卡基苏哟。啊，你们安来你们安来诶，Mata-mato? 你们哎，asyik pernah misal. Awai malau.开麦克风。还是你那边没有网路？有吼啊，有了。你们安来一个州伊马蒂尼，再来一个是吉拉阿马达亚了。哦，很好。中文是说，今天嘎造现在做什么？他要去公司上班。好，iki说好。你们安来几个州伊马蒂尼？好，达拉伊古西吉拉阿马达亚。对，谢谢。我少那个手不听话，少一个一呀。啊，好，少一个一哦。好，修正了嘛，爱都，闽南南好过同学说的。好，谢谢。来，你好，学生，来好，而且本国的秘书。哎，星期，你们阿来吉拉们，你们蒂尼，你的nama itu Nibita Nuun di Xinxian Jingra Imat ini。拉们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正在向老师学习编织。老师那个问句的伊马蒂尼的 I 我少打。好，你再纠正也没关系哈，我念一下。你们安来吉拉们伊马蒂尼啊，对，少一个 I 没关系啊。拉们现在在做什么？米娜娜麦杜米你比的努位，米娜娜麦杜你比的努位以信息案，金拉伊马蒂尼，他现在正在向老师学习编织。哦，好，句子应该是对的哈，谢谢。你比的努位。Mina nama itu Nibi Tenui以信息安景拉伊马蒂尼，很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好，写得很好。Tenui 就编织嘛，就像我们在编那个衣服，以前都用Tenui哈，不像现在有机器。因为我看千词表那时候背的时候，他是说你Tenui或是Tenui都有这两个说法。真的吗？你的努位跟的努问一样嘛，就是在编织嘛，哈。对，谢谢。好，有的是的努问的努位，好，都一样的，都是编织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好，他说来修正明，马安那一集咱们伊马蒂尼，好，修正好了。谢谢学生好，好，大家都一起练习哦。你 Kelly 还在练习，慢慢打字哈。其他的好朋友多练习哦。你来读过吗？好的，该努米说好，可以做分享。那么努米达我在教努班扎好，然后喊你按这个比较教给他马包完都，特别是书写哈，你弟弟。有时候想的写不出来，所以要靠平常的练习哈。那么都没滴滴套，在都给包完哟。我们要多练习。哎，今天对于第4句哦，还有线上的还没有写的，还没有做练习的，不要客气哦。大家赶无落号，尽量写。如果有写不对的，我们再修正也没有关系。好，
你好，马老多诺马哥哥你爱丽丝，爱丽丝阿弟，阿基本哥诺米说，はい。Mima anai ji sufin imatini. Misalama ai ji sufin do wikishen i matini. Sa lumiash sa 我的跳掉。Sa lumiash sa 紧拉啊米萨拉马多维基圣，薯饼现在正在做什么？薯饼现在正在玩手机，他整天都在玩手机。好，嘿嘿，那个大号很棒哦。你们安奈吉苏菲伊马蒂尼，苏菲现在正在做什么？米萨拉马埃吉苏菲读维基圣伊马蒂尼，苏菲现在正在玩手机。萨鲁米阿萨金拉阿米萨拉马读维基圣。他整天都在玩手机哦。这3句写得很好。好，爱丽丝很棒哦。来算难好，反正我们手里单的米数哟。嗨，马老多努马姑姑你 Kerry， 请说。嗨，西西，我先把它打开。来，打开华灯。嗨，你妈安，我跑到哪里去了？umami maan kisu ano ho ni umami zafay atu ilang aku taira ilutok ano ho ni minengneng tu is now hani七夕anini。你等一下将要做什么？我等一下要和朋友一起上山看星星，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原来哦，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哈。是的。哎，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哎，真的呢。这不是就说这个发那个米都七夕情人节，我鲁马古年轻人好，你那不是鲁米达都情人节好。线上的讯息提供一下，查一下字典哈，分享一下七夕情人节怎么说。好，那个大姑拉米弟弟他努米说好，我妈咪妈安基苏安诺后尼好，你等一下将要做什么？我妈咪在飞个阿杜ilang aku daerah ilutok ano honi amineng tu foes。要跟朋友一起上山去看星星。那喊你有七夕情人节安妮妮，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有情人的要过情人节哈。嗨，阿赖，这一句写得很好哦，谢谢我们的 Kerry。阿赖星星，七夕情人节嘛，还能，我们要创词哈。我们主要给大家都在教那班扎，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情人节这个词汇哈，我们可以来创词一下，大家多提供哈，写在上面哦。七夕情人节，应该我们要写情人节这个。好，谢谢。好，你 Sandy，你说。米曼吉玛雅比马蒂尼，玛雅现在在做什么？米阿西盖吉玛雅比马蒂尼，玛雅现在正在扫地。好，非常好，好，谢谢 Sandy。那个好，米玛安奈吉玛雅伊马蒂尼，玛雅现在正在做什么？米阿西盖吉玛雅伊马蒂尼。马耀现在正在扫地哈，米阿西就是正在打扫环境哈，谢谢我们的Sandy 哈，阿赖谢谢，阿赖阿西好像有阿西应该阿西外国的热操好，谢谢。好，如果有人看到，如果我老师念错的也可以修正哦，有时候我眼睛好。有时候会看得很不清楚。好，谢谢大家。伊来我们修正了你，
有没有人修正？好，说真的，说真说马兰乌鲁埃马兰乌哈嗨鲁米阿，很好哦，可以哦，线上的老师，你们有没有意见？马兰没乌有意见，哈嗨鲁米阿，很完美的句子。真的吗？写一下句很子，快贴点，切。很贴切吗？哇，大家学到了呢，真棒诶！哇的，很棒诶！七夕情人节有咯，马兰乌哈嗨鲁米啊，真的很好啊，学起来了。马兰乌哈就是情人嘛，互相喜欢嘛。马兰乌哈，乌哈就是情人，马兰乌哈就是互相有情愫嘛。马兰乌哈嗨鲁米啊，哦，很好。同学，你赶快写句子哦。马兰乌哈这个句子，我知道你会写，让大家练习一下。恋爱已经过时了，所以没办法写那种完美的情人。我就过来的美好。嘎拉里这么憨哦，我还yan。嘎拉里这么憨我还yan arumi ini saja。苏里登阿弟，你刚醒戏，苏里登的秘书这一句我们背不起来了，用写的，写在上面都会有录音到会有录影，所以大家永远都可以去翻阅我们讲的句子，还有词汇。马上说我们忘记了那个你刚才醒戏要写哦。这个马兰乌哈嗨鲁米阿好像是努巴萨瓦利埃在教号按阿美的。我们要那个修古兰的。嘎拉里的莫汉斯。好，我马上写哈。好，赖吉索那他马上写好。静观来，努米苏都，请说。密码安奈基西古伊马蒂尼，西古正在做什么？米能能爱基西古读迪里菲伊马蒂尼，西古正在看电视。好，谢谢我们的警官。好，密码安奈基西古伊马蒂尼，西古现在正在做什么？米能爱基西古读迪里菲伊马蒂尼，西古正在看电视。好，写得很好呢，谢谢，大家都非常好哈。你里还有个秘书里在哈，大家一起做分享，谢谢哦，写得很棒哦。你刚信息你写完就上传哈。那我们外读呢这一句米兰那麦伊里兰诺都好，能到维兰诺埃以现在完成式，能到好。中文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做什么这个是范例哈。米妈安奈好吉伊娜达哈安妮妮米妈安奈好这个还在就是哀后好，红色字体好很清楚。米妈安奈好就是还在做什么？吉伊娜妈妈达哈安妮妮直到现在。米妈安奈好吉伊娜达哈安妮妮。好，这个句子我们要做练习哦。那么努米达古你好迪丽生古努米苏米哈拉登安哟，一样哦，我们慢慢写。你们安奈好吉伊娜达哈安妮妮，现在完成4号。我们可以写我们的时间周期性的时间就是那努加过去时间加上达哈现在的时间哈。我们来做练习，之前都有做很多次的练习哈。我们只是今天的是问句，是问动作米妈安是问动作。我们之前是问东西或者是问人，那我们今天做练习的是问动作。你们安奈后
吉伊娜达哈阿尼尼。好，我们做这一句的练习哦。那那么给大好，线上每个人都要练习。你们来读几纲哟。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但写，还要说。那么读给大米滴滴好，以后书写就更快。借这个机会呢，练习也很不错哈。好了，Fingulaji，你刚信息米做啦多啦，马拉乌哈海啊，鲁米阿哦，伊拉杜古努修古兰号，我相信很多方言别有不同的说法哈，能当，你刚信息好的，卡卡亚古努修古兰哦。嗨，我们来去尼卡伊马蒂尼，我们米卡拉里特莫汉诺诺哈伊马蒂尼。哦，我们米玛阿奈吉尼卡伊马蒂尼。你看现在正在做什么？对对对，他现在是跟情人相会面。还我们我没有劈腿呢，老师。不是那个意思，今天是很美的七夕情人节嘛，你就买巧克力送给你的爱妻伞。今天的太太是情人。谢谢老师，网开一面。乌玛米嘎拉什么？乌玛米嘎拉里的莫汉。No。我哈，我公我。乌玛米嘎里的莫汉。我哈，伊玛蒂尼阿瓦古拉迎接词书，应该是还有属格。No， 要啊，属格写上去完整一点。你太开心了。好，我们要写你们的方言别啦。伊拉古苏古兰的在线上也很多啊，很多的方言别的古苏古兰按呐，还有马兰的说法嘛，我们多学习啊。我拉米少写过啦，情人节你的那个句子啊，谢谢你哦，谢谢那个你干好，今天情人节大家都开心，大家都写，马拉乌哈嗨阿鲁米阿涛好，弟弟生古尼南套第1、2、3、4进行式下一句，现在完成4号。你们安奈后吉伊娜达哈安尼尼，那他们的古尼哟。你看信息你要学哦，难得你上线，你每一句都要做练习。好是。对，那他们努萨利嘎嘎嘛布隆古拉米苏里达努米说，哎，马老多努马古古尼，嘎造阿弟，请说。哎。你们安奈后，你们这个口气不会。你们安奈后几个招，那努以后呢？打哈尼尼，嘎造从刚刚到现在都还在干嘛？你等你来后，金拉杜拉阿拉修打哈尼尼，他直到现在都还在听那一首歌。哦，很好呢，谢谢嘎造。你们安奈后几个招？那么以后呢？达哈安尼尼，嘎造从刚刚到现在还在干嘛？米登伊来后金拉多拉阿拉六，达哈安尼尼，他直到现在还在听那首歌，好，很绕舌那个多拉后面这个拉六哈，多拉阿拉六，达哈安尼尼，好，谢谢嘎造哈。我们在教学生朗读的时候，那个 ra 特别都要念出来哈，不然你没有念 ra 的时候就会扣分哈。哦，谢谢嘎造，你们安奈后，几嘎造，意思说嘎造刚刚到现在还在干嘛？那努以后呢？达哈安尼尼啊，就是从刚才。刚刚到现在在干嘛哈？你等于来后
还在听那首歌哈，金拉多拉阿拉六达哈阿尼尼，达哈阿尼尼就是直到现在，都还在，对不起哈，还在听那首歌。好，谢谢嘎造。啊，刚刚好8点，法鲁爱读古读几好，喊汉诺给他读，怎么那么暗哈？来都还来，saya tak bantu kita yo. Gaza itu kita ho ni. 我就会中文。后面尾端那个你大给它消掉哦。哦，好。就是正常的8分钟前的号saya tak bantu dengan dah号。是固然的，就是这样。爱都umami ma asih bensu. Yang didirikan su. 米玛阿奈基说，你有写乌妈咪妈安那你少写没关系哦，少写安。还，乌妈咪妈安奈基尼卡伊马蒂尼，哦，卡拉里特莫汉诺，马我好嗨呀，马我好嗨，罗米阿阿尼尼。哦，你是念你的外号3分钟写的这个，哦，对，上面的不对。尾端那个你给它消掉嘛，哦。好，尾端的消掉可以。中文那边写你看现在做什么？现在与情人相会面。好，等一下老婆看到，叫你老婆上线。好，就你的法法嘿，好，今天情人节要上线，你要表达一下你不要对号入座，你干那么多人，我有机会对别人啊。好，right， 好，谢谢。那个我们密码安来起尼卡尔伊马蒂尼，乌卡拉里莫汉努。ngangu hai rumiat anini， 你那个rumiat哈，我知道你的用手机哈，好，谢谢。那个你刚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跟什么情人相会？你的中文是这样哈，对吗？你个人情绪，好，就算对哈。你没有写中文，我就很不好对。好，连成老师6分钟那个。对哈，还没有念哈。密码安奈好几尼嘎，达哈安妮妮，是吴老师你写的吗？还是你嘎老师写的？我们要跳过吗？是下面这一句哈。好，谢谢努米速度。密码安奈好几尼嘎，达哈安妮妮，然后。那个中文不是我的，应该是你看到现在还在做什么，然后后面才是什么？你知道在后期你看你看到现在还在读书。哦，你是上一季跳到这一季。对呀。你们两个还在研究，好，写得很好。那个跳来跳去，这是你下一句哈，上一句，你上一句的中文就不对哈，下一句这个才是哈。米苏拉来哈吉尼嘎达哈安妮妮哈，尼嘎尔到现在还在读书，好，谢谢我们的信息，好，中文在这里啦。你看现在做什么？弄手机。弄手机比较不方便哈，好。可以，谢谢。好，我们都还在过情人节。好 ，Kerry， 请说你的句子。嗨，妍希，刚刚那个情人节哈，我有问题想问。可以。那个黄老师写的那个马啊哦哈嗨是什么意思啊？哦哈嗨，好像在哈嗨呢，你哈嗨。哦，对啊，请那个你个人信息，你来回答一下。你写那个是情侣啊，情侣。我哈是情人的意思。我哈哦，我哈就是情人。
哈，我们称我们的情人叫我哈。已经叫亲密的情人了，对，亲密这个已经我想起来算很亲密的了，已经是奥雷安达了啦。有，我有听妈妈讲过，想起妈啊，哦哈嗨，来欣欣，好，谢谢。那我念我的号，谢谢，好，咪妈安来给苏后，我这个后跟给苏好像写反了。好，咪妈安来后咪妈安来后给苏，tahan ini，mi tala ai ho kaku tu ilang aku tahan ini。你知道现在还在做什么？我知道现在还在等我朋友。哦，好，你那个是有跌倒，没关系，念对就好哈。咪妈安来后，你不要一直等啊。好，米达拉爱好嘎古杜伊朗阿古达哈安妮妮，好，写得很好哦。米达拉爱好正在等哈，朋友伊朗达哈安妮妮直到现在，好，谢谢 Kerry 哈，写得很好。嗨，好，今天情人节哈，马兰欧哈嗨阿鲁米，大家都很开心。好，爱丽丝，那米苏多，请说。mi manai ho ji nagao daha la fi mi ba dala ai ho ji nagao do dolon ado hak hak daha la fi 哪告直到半夜都在做什么？哪告直到半夜都在准备麻薯和糯米饭。好，谢谢，能恩大号。mi manai ho ji nagao daha la fi 哪告到半夜都在做什么？拉菲伊就是半夜嘛，哈。mi patala ai ho ji nagao tu turun atau hak hak daha la fi 哪告直到半夜都在准备麻薯和糯米饭，哈。麻薯就是turun，糯米饭就是 hak hak。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号写得很棒。来，努兰努多号。好，学生，请说你的句子。Hai, mi manai ho kuya pa fry tu di kami taha nini. Mi pa fry ho jingra tu di kami taha nini. 但是罗莱萨金了，那个邮差直到现在还在做什么？他直到现在还在寄信，他非常的辛苦。好，很棒的句子，谢谢。你们安来好贵呀？Pak Ferai tu di kami taha anini. Mi Pak Ferai ho jingra tu di kami taha anini. 当然，如来沙紧拉，很好呢。你还会写拉长音的符号哈。他说那个邮差邮费嘛，邮差是就是邮费哈。你们安来好贵呀，把 fly 你们那边是写邮差是把 fly 哈。读迪嘎密，迪嘎密就是信。那哈安妮妮直到现在，你把 fly 好。那还在寄信哈，mi pa fry ho jingra tu di kami taha anini，写得很好。大拉如来沙jingra，他非常的辛苦，好，写得很好哦。大家今天都很棒哈，你还有个米蒂里三号，那麦都给大号，那麦都好，哎都蛮有，你还韩国句子米蒂里号多写。几句这样哈，念起来都很顺，很棒。好，那这一季mahalaga ito好，minanam kita lanwa ito yo。mengenai ini 过去完成式过去完成式，中文是说妈妈3天已经做了什么？妈妈3天已经做了什么？Mima ana itu ciina dulu arumiar。Mima ana itu ciina dulu arumiar Mima ana itu 就是已经做了什么
米玛阿奈都，这里就是已经做了什么？吉伊娜妈妈，杜鲁阿鲁米阿3天，杜鲁阿鲁米阿就是3天的意思。好，现在是过去完成式这一句哦。能大姑你好，那们大姑你呢？米迪里，那们大姑你米苏里哟。好，把时间给大家做练习。马尔盖多好。带你和你通话中的讯息栏，好，我们一起来练习。好，你还读过吗？处理在努米达以后，你好，一定你对于过去完成式哦。妈妈3天已经做了什么？伊玛安奈都吉伊娜杜鲁啊鲁米阿。伊玛安奈都意思是说已经做了什么？吉伊娜妈妈杜鲁阿鲁米阿3天。我们根据这一句来做练习。好，所以的努米达古尼那努米那南哟。好，把时间交给大家做练习哦。你看讯息你要写哦。现在很用力的。在这里努米苏，马米苏古尼那5个句子介绍法那个句子哟。蛮多，那个那巴西方那个信息同学，到个吧那个鬼那以后就扣分了。你那头上边那能对大家教，都能班长好。你们安来都吉伊娜多鲁阿鲁米阿，法律真好过啦。法律真过啦，弟弟，马扎对哎呀喂好，啥了了，米达米娜那么给他读那过去完成式，来好，这个时态，我们开始有现在简单式，完了过去简单式，米娜那么给他读那时态的句子。最後個教就是把兩個麥克風啊，同學，我等於來個比好好意思。写完的要传上来哦，我们一起来练习。那么努米达古米苏里达努米苏，那么哈的盖都好，弟弟真都好，把带您对于信息栏，把阿老都kapulungan sali kakak好，mapulung kita minanam yo。进行到过去完成式号第6句了。Sekarang都好，sekarang都过了句子的伊玛蒂尼。你们安来都已经做了什么？这里的都就是了。你们安来已经做了什么？很快哦，现在时间我们练习的时间会很快就过去，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学习。我们今天是练习问动作的问句。马劳多努马姑姑你嘎造，请说。你们安来都几嘎造杜萨阿萨萨亚，嘎造已经做了什么2天了？
米等于来都经啦读你啊拉修读啥啊啥啥呀？哦，那个一没有，他已经听这首歌2天了。好，感谢嘎造哈。你们安来读几嘎造读啥啊啥啥呀？嘎造已经做了什么2天？哦，读啥啊啥啥呀？就是2天，2个晚上哈。米等于来错了，应该是2个晚上，2个晚上。2个晚上吗？好。就是说，嘎造已经做了什么？2个晚上做了什么啊？你等于来读经啦，读你啊，然后读啥啊，啥啥呀？他已经听这首歌2天了。好，谢谢嘎造哈。你等于来就是听啊，已经听读就这里。你等于来读经啦，他已经听了读你啊，然后这首歌。读啥啊？啥啥呀？2天了，2个晚上了。要补晚上2个晚上，谢谢嘎造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嘎造的例句哈，我们可以参考他的句子。nila tumalagay mga ito ha minanam ni osi 好，halakaji 你个人形式好，阿弟，请我说你。可以念吗？我可以念吗？来都。你们阿奶都去嘎嘎都多罗古吉萨啊都多罗古罗弗拉斯，说萨吉妈妈，你阿都去伊拉阿萨安，哥哥在3天3夜做什么呢？爸爸说去打猎。哦，很好哦，反正你弟弟谈说好，可以吗？很好啊，反正马蒂尼，能打好，那咱们头一打米阿西，你们安来都几嘎嘎都嘟噜古几沙，都嘟噜古弗拉，3天3夜嘛，说啥几妈妈，爸爸说你阿说几啦，萨安阿萨安哈。爸爸说去打猎哦，闪来这样哈，很好呢，写得很不错，感谢你。反那个时候，你弟弟哦，谢谢你干详细，3天3夜就是赌入古弗吉他，赌入古弗拉这样写哦，可以哦。哦，可以，很好，谢谢，谢谢，我学到了啊，阿赖，好。改造修正了，改造你修正好了呢，你可以再念一遍。还要念了。要啊，练习。你们安来，那个口气我都念不好。你们安来都几改造读啥啊啥啥呀？改造已经做什么2个晚上了？你等于来读经啦，读你啊拉修读啥啊啥啥呀？他已经听这首歌2个晚上了。好，谢谢改造。好，那修正好了哈。有时候我们写的时候会很快哈，没有注意到。我们再做修正就可以了。好，谢谢。好，还有呢，还有其他的萨利嘎嘎好朋友，这一句还没有练习到哦。如果手上还在写哈，也没关系，慢慢的写。马勒多好一，或者把弗伦多带你一信息栏哟。你个人信息你修正什么？Rumi Ash， Mararawai Numisu Rumi Ash。给这样。Mararawai 是不是第2个啦？Rumi Ash。音喉音了，应该是上面。还，Matamat tu。你那个Mararawai 啊，词汇矮都了问哦。我们因为手机的时候，在个比等于不敢买好，有时候点那个它就出来这个。马上做谢谢。伊拉个no，说电脑一路骂，一路骂就是你进来个3号有关音乐，星期1到星期5伊拉个线上2号再来闽南南，白你都技术有大大形式，但闽南。
Tengiran hagono miso gila. Minanam kami. Kadi hai ka fukiran yam gila. Hai. Irato kuni马劳多努马古kuni 学生，请说。嗨，信息，Mimana itu jika tu searumi ar, misuri mata itu kakak tu lalu sislai tu searumi ar. Utadaira ipatlaga jira ami holol anojila。哥哥过去这2天已经做了什么呢？哥哥过去这2天已经整理好行李，他明天要去国外旅行。好，很好哦，谢谢我们的学生。好，你们安来读几嘎嘎读啥阿鲁米阿？米苏里么带读几？米苏里么带读？哎，米苏里么带读嘎嘎读拉鲁西兰读啥阿鲁米阿？这里我看一下，米苏里么带读？几嘎嘎，对对，发现了哈。你说你们在读几嘎嘎读，拉鲁西兰读啥阿鲁米尔，乌达戴拉伊巴拉嘎吉伊拉阿米霍罗尔阿努吉拉。好，哥哥过去这2天已经做了什么？哥哥过去这2天已经整理行李，他明天要去国外旅行。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哈，这边要几嘎嘎，这边修正了哈。谢谢我们的学生哈，很快就修正了，谢谢你哦，写得很好，大家都很会呢，越写越多哈。我希望大家能这样写哈，写多一点，念多一点。嗨，倪淑珍，好，能大号过倪淑珍，你们安来读几安爱，只在阿礼拜。安爱已经做了什么1个礼拜？米巴个安爱杜古隆及安爱只在阿礼拜。他说安爱已经放牛1个礼拜了。好，谢谢我们淑珍。好，米巴个安爱就是放牛哈，就是给牛吃草哈。米巴个安爱杜古隆及安爱只在阿礼拜。安爱已经放牛1个礼拜了。这在阿礼拜就是1个礼拜了。好，阿赖及属真然后虽然不能听你念哈，马姥姥鼓麦克风，好，谢谢我们的属真。好，下面你敢弄号马姥努马古尼学生你修正的号，哎呀，阿西本努米苏。好，老师，那我念那一句就可以哈。好。好。Misuli mata itu jika tu lalu silan tu searumnya。哎，对，很好，你加了几嘎嘎，很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好，你爱丽丝，请说。嗨，等一下，密码奈多吉一心。班求古米和赞，米主格爱度自利先度我哈努宁那班求古米和赞，在加萨索阿老外度自利先阿度我哈宁那班求古米和赞。理性过去这半年都在做什么？理性过去这半年都在画他的情人，理性和他的情人已经半年都没有见面了。哦，阿赖姐，今天是情人节哈，大家都很会写情人的句子，谢谢阿赖哈，米迪里兰说能那个好，好，你们安来多吉理性帮救古米和早安，说理性过去这半年都在做什么？米祖个爱度及理性度，我哈努宁拉，帮救古米和早安。理性过去这半年都在画他的情人。米祖个爱度及理性度我哈努宁拉，度我哈宁拉就好了。帮救古米和早安。
好，我们看一下底下的。李信和他的情人已经半年都没见面了。Zaay ka sa araway tu jilisin atau muhah ningra panggilku mihajaan。这里是第3句。请去那个吴老师，你看一下他第3句。Zaay ka sa araway， zaay ka sa araw， 这样就好了嘛，哈。Tu jilisin atau muhah ningra panggilku mihajaan。它多了 ay 会不会比较这个很长，哪里好像不对？吴老师，你有没有在看？能够的过呢？你 Alice 是哪里有多？我看他睡觉了。ya Ajahai tato kia ay alaan kuranan。哦，那个不要号。Kasa so araw hangay to hao。Hai sakaku。Alice，那个呀 ay matungalay sa hamana ito kulang hao。adini to matama to。谢谢我们的线上的信息哈，谢谢 Alice。好，你信海信息，爱好信息什么？在吧？你哈，Gunumaku mira aman mirara ai ho kaku umaku mirara ai，mirara ai还在上班吗？这个是什么意思？过来mirara ai ho， 星海老师，mirara ai ho， 你是还在路上哦？我没看过这个单字呢，mirara ai ho。等一下你再解释一下mirara ai ho 是什么意思啊？Mga itu ano mataya lagi so how， dayal han how， 再帮一下也没关系哦，谢谢我们的星海醒信号，你很忙，在开车，小心路上哦。你 Alice 修正好的，阿弟，阿西本后的秘书。Zaay ka sa araw to jilisin atau muhah ningra panggilku mihajaan。李信和他的情人已经半年都没有见面了。好，谢谢 Alice。好，这样子我们妈妈都阿弟你哦。好，谢谢你。来。Malagay ito ko na 这一句过去完成式号，也写过来对呢未来完成式。下面这一句哈，这个是问句，是问动作。最后一句，中文是说妈妈中午以前就要做什么了？妈妈中午以前就要做什么了？主语，umami ma'an tu s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Umami ma'an tu s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好，两人的numita ko ni minanam hao。Umami ma'an tu s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好，把时间交给大家哦。那他们大姑呢？谁过来的句子好？就是我们问动作这个句型哈，最后一句，umami ma'an tu就要做什么了？s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妈妈中午以前就要做什么了？ umami ma'an tu 意思就是就要做什么了？ si ina i ayaw no kalahukan。未来完成式号。Nanamenta kuninan。Nanamenta mi sulit yo。线上的同学还有老师，还有萨利嘎嘎，我们一起来做练习。未来完成。Ayaw no kalahukan 就是中午以前啊，中午以前。
妈妈中午以前就要做什么了？妈咪妈安多吉伊娜也阿要努嘎拉胡干啊。那那么努米达古那米南号迪丽生以信息栏里面哈。妈咪妈安多就是就要做什么了？如果还有没有学的这一句要练习哦。好，上面前面很多例句，好，能打过努前面的写的例句都非常棒哈。来呀，那么那么大号米灵修，最后一句哦。我们密码安多吉伊娜伊阿要努嘎拉胡干，未来完成4号。在这了那么大哟，加油！我相信大家都很会了。好，哦，你改造你写完了哈？刚刚写的吗？我看一下。诶，还改造，阿弟。老师，我问一下，那个啊要前面有喉舌音对不对？还是没有？我忘记了。啊要有以来，啊要那个以来。那我没有加到。来都。好。你念的时候要有这样。好。好。Umami ma'antu kisu i ayal nu lafi。你晚餐之前将要做完什么？ Umami tengi tu kaku tuni a radio i ayal nu lafi。我晚餐之前将要听完这首歌。好，谢谢改造。好，Umami ma'antu kisu i ayal nu lafi。ayal nu lafi 就是在晚餐之前将要做什么？Umami ma'antu kisu i ayal nu lafi。你晚餐之前将要做什么？做完什么？做完什么？啊？Umami tengir tu kaku tuni aratiu i ayal nu lafi。我晚餐之前将要听完这首歌啊。Umami tengir tu 就是听完啊。Kaku tuni aratiu i ayal nu lafi 就是晚餐之前将要听完这首歌。好，谢谢改造。好，伊拉多过你。好，你讲信息。阿弟，阿是本过你苏里达努米苏。Umami ma'anci mama i ayano kalahokan suasa ci ina mitafukos ivano sakalahok no mita 我少一个沙安这样。沙安这样沙安就更贴切哈。阿是本本的中文阿里。爸爸中午以前做什么？妈妈说爸爸去池塘撒网捕鱼作为午餐。非常棒，打马都很好。你手写那个
撒安嘛，我知道你们会写撒安，好。米达撒安，我米达福古撒安，好。我们咪妈安吉妈妈以阿幺以阿幺，你阿幺的话，你那个两个啊都要点嘛，好。阿幺，那到我来说好。阿幺努嘎拉。阿幺是之前而已啊，阿幺是，阿幺是前面，阿幺是之前。中午之前，中午之前叫阿幺。对，阿幺是前面而已，阿幺是之前这样。好，还把它都给打好。索尔沙吉伊娜妈妈说：“米达福古伊烦恼，乌萨嘎拉霍努米达。”撒安上才对。撒安哦。少写要补充。要啊，这样才完整。好，索尔沙吉伊娜妈妈说。米达福古伊烦恼，乌萨嘎拉霍努米达。撒安，我帮你说，很好啊，写得很好。米达福古伊烦恼，烦恼就是职场。你下列你可以。写的反正我们手里的米说好，我刷人，100分的说好。谢老师。说真的好。你我妈咪马拉拉维都咪明山好聊完可以啦。你改造的阿耀还对。学生马老多努马古古努米苏阿弟阿西本。Ku mamimaan tu cikanyo I ayaw no kalafian. Ku caciramu tu cingra I ayaw no kalafian. Ayaw mana awa-awa ai ku tamplau aparatuhan kako. 赶你晚上以前就要做什么？他晚上以前就要结婚了。哎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号，能大有他写 AB 号。Umamimaan tu jika new I ayaw nu lafian。他说new晚上以前就要做什么？他说Ucaciramur tu jingra I ayaw nu kalafian。他晚上以前就要结婚了。Caciramur就是结婚嘛。好，很好。哎呀，就说哎呀，mana awa ai，是这样念吼。mana awa ai ku tamlau aparato kaku，打国难才对哦。如果是说，哎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边不能用嘎咕或打国难。好，可以吗？那个学生，哎呀。他好像用摁呢。para tohen 嘎咕对，嘎照你看得很准哈。对，他用摁的话就是嘎咕，很好，这一句没有错哈，写得非常棒。哎呀，就拉长音哈，哎呀，mana awa ai ku tamlau para tohen 嘎咕。对，没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很好哦，谢谢我们的学生哈，还好改造有帮我看有EN哈。好，谢谢，写得非常好呢，非常棒。来好，你说先多，努米说多阿弟。Umamiman tu jika zau I ayaw nu kalafian。改造晚餐前将要做什么了？Umami sanga tu jika zau tu tafukur I ayaw nu kalafian。改要将在晚餐前就要制作好八卦网了。好，谢谢我们的淑贤，念得很好了哈，很像阿美族的语调了哈。我们咪妈安都吉嘎早也阿要努嘎拉比安。改造晚餐前将要做什么了？我们咪桑啊都吉嘎早都达福古以阿要努嘎拉比安。改造将在晚餐前就要制作好八卦了。妈咪桑啊，就是
要制作哈。好，谢谢达夫过就是八卦王哈，谢谢苏贤写得很好，念得也非常顺哈，谢谢我们的苏贤。你刚信息你要补充什么？米达萨安你要强调那个萨安就对了。对，妈妈说，我们要尊重妈妈的话语。对，一定要叫萨安吗？对。非常谢谢你。好，爱丽丝，马老的诺马姑姑诺米说阿弟阿西本。Umamimaan tu ci ufin I ayaw no sa fulasan o sa tinuzayan. Umamisanga tu ci ufin tu banak I ayaw no sa fulasan o sa tinuzayan。五费星期之前要做什么？五费星期之前要制作弓箭。好，谢谢我们爱丽丝号。好，那个大号星期一他有写迪努扎样，就是星期一哈。好，我们密码安多几五分以阿要努萨弗拉兰一星期以前哈，迪努扎样星期一嘛哈，就是迪努扎样。好，五分星期一之前要做什么？我们米上啊都几五分都班纳就是弓箭，以阿要努沙弗拉兰或者是迪努扎样哈。五分星期一之前要制作弓箭，哈，弓箭就是班纳，星期一就是迪努扎样。好，写得很好，谢谢爱丽丝哦。句子都写得很棒。好，爱丽丝，你那个是第二句改什么？问句改成逗点哦。好，对，谢谢你，马上就查解到了哈。好，淑珍终于完成了哈。有时候用手机写哈，真的是会很辛苦哈。他说：“乌玛米玛安多吉。”拉高以阿要努嘎福迪安。拉高睡前将要做什么啊？应该问句哈。好，乌玛米杜伦多吉拉高以阿要努嘎福迪安。拉高睡前将要先祷告，好，很好。我们都会睡前都会做祈祷哈，才会入眠哈。谢谢我们的淑珍哦。好，米杜伦哈。米读论就是做祈祷。刚刚有人写那个马吉哈，就是读论，它是有弹舌音哈。这个祷告是 L 哈，读论，妈咪读论将要祈祷哈。谢谢我们哈，写的很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问句问动作已经练习完了，我们接下来的是。还有时间，我们接续是问句哦，问时间。我们现在是问时间，我们刚刚是问动作，我们换成时间咯。好，时态一样哦，一样从现在简单式开始。中文，妈妈何时拿菜哈古啊吉因呐阿米阿拉杜拉邓，哈古啊就是何时，吉因呐。阿米阿拉杜拉邓，妈妈何时拿菜？我们进行到现在简单式哦。现在请大家做练习。现在是问时间，哈古啊就是何时，我们可以一问一答哈。这一句是我们的例句，所以我们要写自己的例句哦。进行到现在简单式，大家加油！骰子人号，我们就这一句做练习。记住给大号，大家都很棒，今天写的很多句子，也练习很多，也说了很多主语哈。晚扎马蒂尼号，我比那么多的米达古尼。
lalu跟努米达阿米娜那好，我再教努米达。好，这一句哦，现在简单是哈古啊吉因那阿米阿拉多拉登，哈古啊何时？这个是问时间的问句号。我们刚刚是问动作，sa imadini hao jikang to hao 时间的过，nanaman numita amisulit hao。希望大家都踊跃的来写句子哈。伊拉度过你干信息。哈祖啊，吉娜阿米萨卡拉好，妈妈什么时候做午餐？对，很好呢。哈祖啊，那么哈古啊，是哈祖啊，马扎都好。信息哈古啊，kuna mo rin哈祖啊，阿娘。ira kuna mo rin, kuna mere呢。哈祖啊，哈古啊，阿娘还嘛，他们都两个都学嘛，哈，两个都要学会。谢谢你盖尔信息。哈祖啊，吉因呐啊，米萨卡拉好。妈妈什么时候？妈妈什么？妈妈什么做午餐？应该是妈妈何时？什么时候做午餐？哈，很好。你可以说米萨卡拉菲、米萨卡拉南。好，我们三个做早餐、做午餐、做晚餐都可以哈，做练习。哈祖啊是秀姑冉的何时？哈古啊都可以哈，都是何时的意思。我们线上的好朋友都是写很长的句子哈，一问一答，真的非常好。现在简单4号问时间。我给他更正中文。哦，中文哈，妈妈什么时候做午餐？好，董阿伦读回答你，你几点钟做午餐？也可以哈，给你做练习。对，反正都马丁你好，如果有中文写的不好，也可以做修正哈。我们尽量写正确的句子。很快哟。然后加早，努米速度。哈国吉加早阿米等于读拉修，加早何时听歌？米等于吉拉读拉修读沙沙呀。他每晚听歌。好，加早写到看哈国吉加早阿米等于NGIL 马达瓦尔古句好 NGIL 米等于读拉修，加早何时听歌？米等于jika jingra读拉修读沙呀。哦，沙呀啊！嘎造每晚听歌，好，谢谢嘎造。你那个米等于那个 NG 哈要修正哈，米等于的时候写一个句号，写得很好。每晚就是沙呀，哈，每个晚上哈。沙呀吧。它上面是写沙呀，它是写沙呀。他写错了。好，我修改一下。好，书写很快就看到了哈。好，书写努米速度。Aku gula fiao米法拉杜拉高，那个邻居何时丢垃圾？米法拉古拉fiao杜拉高杜沙呀，那个邻居每天晚上丢垃圾。好，谢谢苏贤哈，对，沙呀才对哈。我刚刚还一直念他沙呀，应该是错的哈。
哈古阿古拉菲奥阿米法拉多拉告，那个邻居邻居就是菲奥，何时丢垃圾拉告就是垃圾。米法拉古拉菲奥杜拉告杜拉萨亚，那个邻居，每天晚上丢垃圾，对，很好。拉萨亚，打嘛，好，谢谢苏贤。有时候看了念了都眼睛昏花了，好，谢谢提醒哈。嘎照你修正好了哈。哈古啊吉嘎照啊米等耶多拉溜，嘎照何时听歌？米等耶行拉多拉溜多拉萨亚，很好写对了，感谢嘎照。不过你那个问号第二句要改句点哈，谢谢。好，然后呢，其他的好，我们再等一下1分钟哦。打然后感冒好，我相信这一句很好发挥。